带去读唐诗。月夜忆谢帝，作者杜甫。雪谷断人行，秋边一雁声。路上今夜别，月是故乡明。有地皆分散，无家问思乡。寄书终不达，蓬莱未休兵。简介：诗按秋笔来引述，遍地苍夷，行人路段，这是用看的；雪谷雁声是用听到的。目睭甲耳孔所触及的呢，拢是一片凄凉的景象。尤其是单调沉重的金鼓声，甲天边孤雁的呼叫，清甜无比阴森萧瑟的氛围，这就是诗地月夜的背景。路上今夜别，夜是故乡明。记写景，搁在点出的诗令，深刻注重个人的主观呢，来用尽诗意。因为普天之下呢，拢是同一个字，偏偏伊讲故乡明，这是伫战乱中对家乡的抒怀，用敢若亲像幻想，也敢像真正的手法，就是呢，袂让感觉讲情理袂下，甚至搁再成为老少咸宜千古的名句。有地皆分散，无家问思乡。荒灰中凄凉的月夜，更加引人思乡思亲。两句平凡的字句呢，来讲出了安史之乱苦难中的百姓内心凄痛，所以迄个伤心断肠、感人至深。寄书终不达，放乃未休兵。赶紧将顶联进一步来吐露内心忧虑之情，亲人四处流散。平常时的书信往来就非常的困难咯，更加何况现在呢，到处战火连天，梦想要得到了兄弟的平安心，就是比顶天患难。最后一句，望月倾城，残酷的战争，无情的战火啊，什么时阵才会当来平息呢？读诗的囡仔白学派，有气质，够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